梦见的陌生号码要主动添加吗？千万不要，因为你永远也猜不到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室友郑倩飞说他昨晚梦见一个电话号码，梦醒以后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们说我要不要主动添加一下对方的微信？任安然，加这种事还是头一回遇见，必须加上看看。加吧，指不定是什么特殊的缘分。陌生号码最好不要添加。室友霍晴被我们的说话声吵醒，语气比平时还要冷，带着惯有的渗人语调。因为你永远也猜不到对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霍晴是我们寝室最不受欢迎的角色，他一开口说话，刚才还热火朝天的气氛一下冷场，没有人接话。郑倩飞甚至还偷偷朝他翻了个白眼，立刻给陌生号码发去好友申请。下午没课，霍晴不在寝室。郑倩飞突然一个鲤鱼打挺，翻身而起。他通过我的好友申请了，我看看。任安然跑过去凑热闹，嘴里嚷嚷着提议，先看看他的朋友圈有没有照片。卧槽，是个大帅哥，证件照都这么帅，本人的颜值可想而知。郑倩飞，你捡到宝了！一听是帅哥，我也来了精神，扒拉着传言问他俩有多帅，快发给我看看。郑倩飞将照片发到寝室私人群里。照片里的男人是真帅，眼睛是眼睛，鼻子是鼻子，眉毛是眉毛，明明是海马体照片，却叫人眼前一亮，根本挪不开视线。我正看得津津有味，叮咚，友情消息弹出。霍晴，你把遗照发群里做什么？这条消息令包括我在内，寝室里的3个人集体石化。遗照？说谁？郑倩飞最先反应过来，火冒三丈，噼里啪啦打字。霍晴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遗照？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霍晴，实话而已，本来就是遗照。照片里的这个男人，命宫晦暗无光，极恶宫饱满发青，生机散尽，活脱脱是个死人。不是，他有病吧？郑倩飞气得扔了手机，在寝室破口大骂。任安然连忙安慰他，指指自己的脑袋，示意道：“算了，别管他，他脑子有问题。”我也觉得霍晴有点过分了，这么帅的男孩子怎么能咒别人死呢？郑倩飞不想在群里跟霍晴撕，他撤回照片，改发到寝室3人群，没有霍晴里，怒气冲冲打字，跟霍晴一个寝室真晦气。任安然回复：“算了，忍忍吧，反正他也经常不在寝室，眼不见为净。”郑倩飞委屈死了点 JPG。郑倩飞小狗大哭点 JPG。跟霍晴的争执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，我们谁都没有将遗照这种不着调的话放在心上。郑倩飞这段时间和梦中帅哥聊得起劲，已经用男朋友来称呼对方，跟对面谈起网恋，他们每天都聊到很晚。早上，郑倩飞哈欠连天地起床洗漱，霍晴盯着他，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你不会真的在跟死人谈恋爱吧？”郑倩飞的哈欠打到一半，一开始听到这话，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，待见霍晴理直气壮地盯着他时，怒火直窜头顶。霍晴，我真的忍你很久了，本来看在同事室友的份上，我不想跟你撕破脸，可我实在忍不了了。你每天阴沉沉像个鬼一样，左一句遗照，右一句死人。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可以选择闭嘴。故意说这种恶意重伤别人的话是什么意思？看我好欺负是吗？郑倩飞张牙舞爪。霍晴波澜不惊，你眼白藏垢，火星摇摆，印堂发青，足底缠黑，很明显被脏东西缠上了。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再继续跟死人谈恋爱，否则一旦被拉入死人的世界，想回都回不来。郑倩飞被他煞有介事的一席话说得几乎呕血。你神经病啊！神经病就该待在精神病院，不要跑到学校里来发疯。我没病。霍晴眼神犀利，掷地有声地问：你男朋友要是没问题，为什么只跟你发微信，从不跟你搭语音和视频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郑倩飞的男朋友确实从来不跟他语音和视频，只发微信。他常常抱怨这件事，不过我敢肯定，他每回抱怨都挑霍晴不在寝室的时候，霍晴不可能听得到。加上霍晴人缘不好，他总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，常年头发盖脸，只露出一只眼睛，眼珠子黑得吓人。每次盯着人看时，像被深渊凝视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我们都不太愿意接近他，自然更不会跟他闲聊。所以，按理说，霍晴不应该知道郑倩飞和她男朋友的相处习惯才对。郑倩飞一时也愣住了。任安然见好友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帮忙解围说，菲菲的男朋友解释过，说他家里太暗太小，不方便打视频和语音。霍晴一声冷嗤，他倒没有说谎，你们也不想想，什么样的家财又暗又小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语气太过轻蔑的缘故，他一问，我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棺材。只有棺材才又暗又小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顿觉头皮发麻。房子再小，总能搭语音吧？他不敢搭语音，是因为舌头僵硬重，抬不起来，说不清楚人话，一说就会被听出来。霍晴的一席话掀起惊涛骇浪，偏偏他挥挥衣袖，云淡风轻的走了。郑倩飞被他气得在寝室大哭。我倒了8辈子霉才跟霍晴这种人分到一个寝室，他就是见不得人好，自己交不到朋友，也没男人喜欢，所以才来膈应我。就是任安然义愤填膺，这种红眼病很多，心理扭曲，装神弄鬼，他俩同仇敌忾，一起骂霍晴。我听了半天，弱弱举手发言。可是你们不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吗？菲菲的男朋友确实从来不跟他语音。徐毅，你什么意思？郑倩飞猛一下抬头，红着眼睛瞪我，仿佛遭受天大的委屈。你难道也跟霍晴那个癫子一样，说我男朋友是鬼，是死人？不，我连忙摇头否认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，霍晴不是说你男朋友不敢跟你语音吗？那你们就语音一次呗，证明给他看，让他无话可说。对啊，
申安然一拍脑门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你们语音的时候录个音，到时候发到群里，让霍晴好好听一听，狠狠打他的脸。郑倩飞眼睛一亮，转悲为喜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跟吴冉君说。吴冉君就是郑倩飞的男朋友。还在上课，寝室3人群没有霍晴李诞出一条消息，郑倩飞男朋友同意跟我语音了。截图是一段聊天记录。珠宝在飞，郑倩飞，臭宝，我要跟你语音。臭宝吴冉君啊，可是宝宝，我不方便讲话。珠宝在飞，为什么？我不管，你要是不跟我语音，我们就分手。臭宝，惊恐点 JPG。臭宝，不要分手，求求宝宝。珠宝在飞，就因为你不跟我语音，我室友说我在跟死人谈恋爱，我受不了这个委屈，我要证明给他看。臭宝，目瞪口呆点 JPG。臭宝，宝宝，你室友也太扯了。臭宝，我不跟你语音，是因为我有点大舌头，怕你嫌弃我说话不好听。珠宝在飞，不怕，我最爱臭宝了，想听你的声音。臭宝，那好吧，等宝宝有空，我们就语音聊天。郑倩飞连午饭都没吃，迫不及待拉着我和任安然回了寝室。她要我俩做见证，见证她和她男朋友第一次语音聊天。语音接通，对面叫了声宝宝，郑倩飞的脸一下就红了，扭扭捏捏问对面，你吃饭了吗？对面回没。任安然躲在旁边，一脸姨母笑，不停给郑倩飞挤眼睛。郑倩飞一边拿手推搡她，一边努力找话题跟吴冉君聊天。吴冉君的声音说不上难听，就是很怪异。该怎么形容呢？这种怪异和大舌头不同，身患大舌头病的人说话磕磕绊绊，给人的感觉是发音不灵活，舌头不听使唤。而吴冉君说话一字一顿，不像舌头不听使唤，更像是舌头太重，抬不起来，以至于说话吃力，只能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。这种情况跟霍晴的形容简直如出一辙。我默默听着，心惊肉跳，额头冒出一层冷汗。郑倩飞沉浸在和男朋友第一次打语音的惊喜激动里，对吴冉君表现出的怪异丝毫不以为意。任安然侧着耳朵，兴味盎然地听着他俩讲话，眼睛闪亮，显得比郑倩飞还激动。挂了电话，郑倩飞心满意足，嘴巴咧到耳朵根。我男朋友是有一点大舌头，怪不得他之前不跟我语音，笑死，就因为这个，他居然被说成是死人，我简直服了霍晴的脑洞。任安然道，把录音发给他，看他还敢不敢胡说八道。行。郑倩飞立马发了录音，在寝室4人群里，还手动艾特霍晴。死人开口说话了，有脸来听吗？消息发出去，他俩握着手机，迫不及待想看霍晴的反应。不一会儿，霍晴回了8个字，你们自己点开听听。我狐疑点开录音，从里面钻出来的声音令我们3人脸色大变。录音里只有郑倩飞在说话，同他对话的哪里是人声？那是一串奇怪的低音，听上去像怪兽喉咙里的咕哝，低低的嗓音，尖利中带着点撕裂的扭曲，那是人永远也发不出来的声音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霍晴搞了什么鬼？郑倩飞说话的声音在颤抖，他用祈求我们说点什么的表情，眼巴巴望着我们。任安然早吓傻了，脖子上的鸡皮疙瘩一直窜到手臂。我咽了咽喉咙，真诚发问，你们真不觉得吴冉君说话奇怪吗？郑倩飞和任安然闻言同时一致，开始仔细回忆，越想脸色越难看。我硬着头皮劝郑倩飞，要不然还是听霍晴的吧，别再跟吴冉君联系了，他确实有点怪，别真招惹到什么脏东西。郑倩飞泪眼朦胧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睛，哭起来梨花带雨，特别惹人怜爱。她自然不想承认热恋中的男朋友是死人这一类的说辞，可是录音循环播放，里面转出来的声音实在令人毛骨悚然。郑倩飞犹豫后什么都没说，直接将手机关机，丢进抽屉里。她单方面切断了和吴冉君的联系。当天晚上，我噩梦缠身，梦里一个男人的影子追着我，逼问我郑倩飞为什么不回他信息。他一口尖牙，嘴巴张成深渊巨口，像是要把头给我咬掉，不停地说让郑倩飞开机。是吗？任安然声音颤抖，我也梦见了。我们从对方眼中看到如出一辙的惊恐，一起扭头看向郑倩飞，她脸色惨白，神色恐慌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该不会她也做了同样的梦吧？果不其然，郑倩飞带着哭腔道，我也梦见他说今晚来找我，这句话在我梦里也说过。凉意兜头淋下，激起一身寒毛，这也太荒谬了，我们3个竟然做了同一个梦。咔嚓，卫生间的门打开，霍晴神清气爽从里面走出来，应是刚洗漱完。此时看见他，我竟有种见到救星的感觉，忙不迭询问霍晴，这件事好奇怪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霍晴道，我早就警告过你们无数次不要作死，你们自己不听，现在鬼东西找上门来，你们终于知道怕了。这话说的不留情面，郑倩飞顿时脸色一垮，撇了撇嘴。吴冉君真是死人吗？我厚着脸皮问，他不会真来咱们寝室吧？霍晴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们？霍晴凉飕飕道，现在想起我来了，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有需要我帮忙的一天？要我帮忙也可以，给我道歉，我没背后说过你坏话，我委屈巴巴。霍晴的目光淡淡扫过任安然和郑倩飞，郑倩飞再也忍受不了霍晴的态度，赌气把床板拍得哐哐响。谁稀罕你帮忙？说不定就是你在搞鬼，你最能装神弄鬼。霍晴闻言冷笑着扔下一句，真当我是什么烂好人，不道歉还想我帮忙？然后他摔门而去。如今想来，霍晴的那句话真没说错，梦见的陌生号码千万不要联系，谁知道对面到底是人是鬼？一整天我心里毛毛的。那个东西，吴冉君今晚不会真找来我们寝室吧？任安然不自觉压低嗓音，像是怕谁听到。听得出来，他心里也发毛。事到如今，郑倩飞的男朋友是人是鬼，真的分不清了。
那条录音，我们谁都不敢再点开听，越听越恐惧。还有昨晚做的梦，简直细思极恐。我和任安然犹如惊弓之鸟，从阳台吹过的风都能吓我俩一跳。难得的是，下午霍晴居然回到寝室，递给我们一人一张符，拿着吧，他轻描淡写。我接过符纸翻看，是常见的黄符，用朱砂一类的颜料划有符文，因为折成三角形的原因，看不清符文到底长什么样。当然，即便看得清，也看不懂。我问这符有什么用？霍晴道：驱鬼辟邪保平安，谁懂啊，家人们。甭管这符有没有用，此刻他给予我的巨大心理安慰，堪比绝望之际看见一线生机。我如获至宝，把符紧紧捏在手心里，感激涕零。谢谢你，霍晴，我就知道你嘴硬心软，不会不管我们。霍晴没好气的翻白眼，你这话相当于是在骂我烂好人。我头一次觉得霍晴这人挺好的，没有看上去那么难相处。霍晴总共准备了3张符，我一个，任安然一个，还有一个是给郑倩飞的。然而郑倩飞一直没回寝室，眼看天要黑了，我和任安然急得团团转，他该不会出事了吧？菲菲，你在哪里？怎么还不回寝室？你还好吧？我们都很担心你，我们不断打电话、发微信、弹视频，急得快报警了。晚上8点，郑倩飞才在群里回我今晚不回寝室。任安然，你不回寝室，住哪儿？郑倩飞，酒店。任安然不可置信的眨了眨眼睛，随后抓着手机跳起来，发疯般尖叫。吴冉君是他招惹的，他有钱去住酒店，拍拍屁股走人，把我们扔寝室。万一那个脏东西今晚真来找他，他倒是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郑倩飞处理事情的态度居然是独自逃生，丝毫不考虑其他人，就挺意外的。任安然气不过，在群里怒骂郑倩飞，你这人真自私。郑倩飞装死，一条消息都不回。任安然失望至极，我真的看错他了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。霍晴斜靠在床梯上，转着手机玩儿，笑容陡然变得诡异。他发消息道：郑倩飞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东西要找的人是你，不是我们？他可能不来寝室，而是去酒店。消息一发出去，郑倩飞秒回，你什么意思？霍晴，你在哪个酒店？消息石沉大海，无人回答。霍晴收起手机，吁出一口气，摊手道：是他自己作死。我眼皮抽抽的厉害，心生不祥预感。郑倩飞不会真出事吧？说不准。霍晴看了看窗外的夜色，眼神凉如秋水。好消息是，至少今晚你们可以安心睡觉，不必担心有脏东西找上门来。我和任安然面面相觑，我们都听明白了霍晴的话，吴冉君不会来寝室，他会去酒店去找郑倩飞。我和任安然商量好了，要是郑倩飞明天还不回来，我们就去报警，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警察。虽说事情有点扯，可救人要紧，总不能不管郑倩飞吧？她那个男朋友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录音是怎么回事？郑倩飞是否安全？警察自会弄清楚。隔天，我和任安然一下课就赶回寝室，寝室门打开，你们回来了。出人意料的，郑倩飞站在我们面前，热情洋溢的跟我们打招呼。她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安然无恙。我和任安然当场愣住。老实说，这场景和我们预想中相差甚远。看见我俩发愣，郑倩飞捂着肚子哈哈大笑。你们该不会真以为我男朋友是鬼吧？哈哈哈，你俩好傻缺。一听这话，我和任安然都有点尴尬。任安然硬着头皮问菲菲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为什么一直不回信息？我们以为你出事了，都很担心你。抱歉。郑倩飞扭着身子撒娇，昨天我跟男朋友在一起，不方便回信息。男朋友？吴冉君。任安然双目圆睁，惊讶极了，你俩面基了？他不是鬼。噗，我看你们真是中了霍晴的毒，他好端端一个大活人，我们一整晚待在一起，你看我被鬼吃了吗？没有，他活蹦乱跳好得很。我和任安然更尴尬了。既然如此，录音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做的那个梦又是怎么回事？我问。郑倩飞不以为意的摆摆手，谁知道呢？他神秘一笑，拿出2个锦盒，一个递给我，另一个递给任安然。喏，我男朋友给你俩准备的见面礼。这么好？任安然大喜过望，率先接过锦盒，打开，里面金光闪闪，竟是一个金手镯，普通圆环款式，镶嵌几颗灰白色的小石头，精致可爱。对于我们这种穷学生来说，金手镯是昂贵的见面礼。任安然欢欢喜喜戴在手上，来回欣赏，很是喜欢。徐毅，你也戴上试试。郑倩飞拿起手镯往我手上套，顺道叮嘱我们说，就准备了2份，别告诉霍晴。他没有，礼物太贵重，我不敢收，把手往回缩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手镯一碰到我就跟抹了油似的，一路滑到手腕，大小合适，仿佛量身定做。好看吧？郑倩飞得意洋洋。好看，好看。任安然满口夸赞。寝室里欢声笑语，霍晴开门进来，欢声笑语戛然而止。突如其来的冷场令我很不自在，我主动招呼霍晴道：你回来了。霍晴并不理会我，他的目光落在郑倩飞身上，嫌弃的捂住鼻子，好臭。郑倩飞厉声回敬他道：神棍。稍后，寝室3人群没有郑倩飞，李淡出一条消息：霍晴，奉劝你们尽快从这个寝室搬走，离郑倩飞远一点。当天，霍晴便收拾东西准备搬寝。对于霍晴的离开，郑倩飞毫不掩饰她的开心，任安然没表现出高兴或不高兴，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我莫名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想法，霍晴这么果断从寝室搬走，难道郑倩飞真的有问题？这个想法在面对生动鲜活的郑倩飞时，又显得那么荒谬。霍晴的行李不多，我执意送她，帮她提了一包东西。路上，霍晴忽然问我：你手上戴的什么东西？我这才发现，因为提东西的缘故，金手镯露了出来。我顿觉尴尬，
不好意思说明镯子的来历。然而霍琴只盯着手镯看了一眼，便一语道破郑倩飞给的。我恩恩点头，只想赶紧把这话题敷衍过去。霍琴双眉紧锁，盯着我问徐毅，你仔细看过镶嵌在镯子上的这几颗东西了吗？他问起，我才仔细一看，金灿灿的手镯上有3颗灰白色的小石头，不是那种打磨光滑的小石头，而是外表有细微磨砂感的小石头。霍琴冷不丁道，不是石头，是人骨头，人的脚跟骨。脚跟骨？我骇然一惊。带上这玩意儿，你搬寝室也没用，逃不掉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逃不掉了？我胆都要吓破了。霍琴似乎懒得解释，语气严肃，宛如警告。徐毅，郑倩飞身上的尸臭味很浓郁，虽然暂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如果我是你，肯定不会再傻的跟他待在同一屋檐下。不过你没得选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个金手镯任安然又一个吧。我脸上的神情一定很慌乱。霍琴了然道，郑倩飞这么着急给你俩戴镯子，必然是有急事要做。今晚午夜12点到凌晨5点间，徐毅，你千万记住，背对床梯，面向墙睡，把我给你的符绑在背上，无论谁来招你，无论他跟你说什么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回答，这话太悬，直接给我听傻了。见我呆愣着没有反应，霍琴微一挑眉，语气不快，你不信我？我支支吾吾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他沈然一笑，不信就算了，我言尽于此，该如何选择，你自己决定。霍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郑倩飞身上的尸臭味，我怎么一点儿闻不到？难不成我这样傻不愣登的在背上绑个符，光想一想就觉得好羞耻，好丢人。我拿不定主意，只好找任安然商量，顺道把霍琴的警告尽数转告他。任安然听后哈哈大笑，徐毅，霍琴脑子有问题，你被他耍了。什么尸臭味？他真能瞎掰。我刚刚才跟菲菲一起去吃了火锅，就算有味道，也是香喷喷的牛油火锅味。任安然的话一度让我为自己的无端猜疑而感到羞耻。可是随着夜晚来临，我还是偷偷将霍琴给的符绑在了背上，还拿502胶水沾了又沾，不敢叫任安然和郑倩飞看见，生怕遭到嘲笑。我心想，管他呢，反正绑在睡衣里面，别人也看不见，万一有用呢。临睡觉时，我背对床梯，面向墙壁，心想，管他呢，反正都是睡觉，朝着墙也是睡，背着墙也是睡，不如朝墙睡，万一有用呢。总之，我很怂的，全照霍琴所说的做了。说来也怪，不知是否心理作用，一过午夜12点，寝室的气温仿佛瞬间低了好几度。我裹紧被子，脑门处的神经一跳一跳，跳得我格外心神不宁。徐毅，你睡着了吗？身后忽然传来郑倩飞的声音。我吓一跳，条件反射想回头，电光石火间，我猛然惊觉，这么晚了，郑倩飞来找我做什么？我抑制住回头的冲动，不敢出声，假装熟睡。身后窸窸窣窣，郑倩飞踩着床梯爬到我床上，在我背后躺下。徐毅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你醒着，任安然都跟我说了，霍琴让你在背上绑符，不要转身，不要回答，你还真信他的话啊？我装睡。见我还装，郑倩飞有点生气。徐毅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很好笑？有件事我本来不想说，仔细想了想，还是告诉你吧。你记不记得刚开学的时候，咱们全校新生都去电脑室做过一次心理测试，测试出来的结果院里不让说，得向学生保密。我当时竞选学生会，刚好帮心理系的老师整理资料，无意间看到了霍琴的测试报告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霍琴被确诊为精神病前兆。我男朋友吴冉军是活生生的人，根本不是什么鬼，真的很荒谬。这些都是霍琴臆想出来的，偏偏就你相信。郑倩飞掏出手机，调出一张照片，霍琴的测试报告，我偷拍下来了。你不信的话，自己看。我敏锐地注意到一件事，郑倩飞爬到我床上，说了很多，做了很多，唯独只有一件事，她一点没做。她没碰我，连我的衣角都没碰一下。不该这样。以郑倩飞的性格，我若一直装睡不搭理她，她会直接上手把我翻过去，面向她才对。可她没有这么做，她不碰我，就好像不敢碰我。后背出了一层冷汗。刚刚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差点儿就回头了。郑倩飞又说了许多话，我统统充耳不闻。她终于说累了，气急败坏丢下一句：好吧，徐毅，你既然相信一个神经病，也不相信我，算我白费口舌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知道你今天的行为有多愚蠢。郑倩飞放弃了，她爬下我的床，气呼呼离去。我长舒一口气，看看时间，凌晨3点，距离5点还有2个小时。我不敢睡，怕不小心翻身，前功尽弃。半边肩膀躺得又麻又酸，我眼皮子打架，昏昏欲睡。徐毅，你猜我刚刚看见了什么？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，鸡皮疙瘩顺着脖子往头顶爬，恐惧感狠狠攫去了我全部的神经。我没想到任安然会来，他跟郑倩飞一样，爬上我的床，在我背后躺下。徐毅，你不用连我也防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刚刚看见郑倩飞的床上有个男人，我怀疑他把吴冉军带回寝室了，我没敢惊动他们，你说怎么办啊？我们要不要跟辅导员举报？徐毅，你说话呀，别跟我装，我知道你醒着。我告诉过任安然，霍琴觉得郑倩飞不对劲，我告诉过他，霍琴要我们朝墙睡，我什么都跟任安然讲了，唯独只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他，我在墙上贴了一面镜子，方便不用回头也能看向身后。故而此时此刻，我清楚地看见任安然嘴里说着活泼的话，可他的皮肤是吓人的青灰色，眼睛死气沉沉，嘴巴一张一合。跟随他而来的还有一个男人，身影虚虚实实，踩着床梯，埋头一瞬不瞬盯着我，仿佛只等我开口说话，就张开血盆大口扑过来。我盯着镜子，眼睛一眨不敢眨。
任安然如游魂一般躺在我身后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呆滞的往外迸话。他似乎没有意识。突然，镜子里逼近一张腐烂的人脸，我险些惊叫出声，死死捂住嘴巴，脑子里很长时间只剩一片空白，冷汗湿透睡裙，我吓得魂飞魄散。一定是那男人搞的鬼，他故意吓我，想让我发出声音来。我一阵后怕，赶紧闭眼，不敢再睁开。眼睛一闭，恐惧无限放大。我如盲人一般置身于无穷无尽的黑暗，危机感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我紧紧裹住被子，才不至于哆嗦的厉害。时间一点一滴如蜡烛滴油，我一分一秒度日如年。眼睛看不见，听力变得敏锐。我听见任安然离开的脚步声，他似乎爬回自己的床上，重新躺下睡觉。时针终于从4点指向5点，天蒙蒙亮。我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就是给霍晴发短信，我想见你，急，霍晴，开门，我在寝室门口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跑去开门，门打开，霍晴站在门外。我问他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他说，守了一晚上，总算叫我搞明白了。我说，我也搞明白了。霍晴，你是对的，真的有鬼。霍晴提着包，大步走进寝室，转身关上门。他拉开包包拉链，从里面掏出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铁棍，将铁棍拿在手里掂了掂。我惊问，你要干什么？霍晴让我靠边站。他抡起铁棍梆梆敲床，喂，都起来，活像社会大姐大。我心里发慌，不敢想象会看见怎样的郑倩飞和任安然，只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待会儿看见的一切不要太离谱。我绷着头皮，悬着一颗心。最先有反应的是任安然，他骂骂咧咧拉开床帘，大清早的，你叫魂啊？声音和往常一样，中气十足。我从霍晴身后伸出脖子，看见任安然的第一眼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仅仅一夜之间，任安然起码老了20岁，皮肤蜡黄，苹果肌塌陷，双目无神，连白头发都长出来了。偏偏他自己一无所觉。霍晴什么都没说，递给他一面镜子。任安然莫名其妙接过镜子，往里头瞄了一眼。这是谁？他大惊失色，不可置信地丢掉镜子，滑下床去寝室全身镜前一照。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？任安然崩溃了。他好像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过的事，一味惊讶于自己身上苍老的变化。猝不及防间，霍晴伸手掀开他的睡衣，在任安然的肚脐处赫然有一圈浅红色的齿印，犹如轮胎一般，将肚脐圈成一个圆，烙印在皮肤上，鲜红醒目。任安然傻愣愣盯着自己的肚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身上怎么会藏这个东西？霍晴道，这是人鬼婴吮吸精气留下的痕迹。说着话，他的目光慢悠悠转向郑倩飞的床铺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，郑倩飞遇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直到昨晚我才终于弄明白，他遇见的是人鬼，人鬼假借托梦跟他缔结缘分，然后一步步将他诱入陷阱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早在酒店那一夜，人鬼就将人鬼婴种在了郑倩飞的肚子里。人鬼和一般的鬼不一样，他们既拥有鬼的特点，又保有人的习性，有一些修炼到家的，甚至可以伪装成人，生活在人类世界。故而人鬼婴也和一般的鬼婴不同。一般的鬼婴若想诞生，只需吸食阴气即可，但人鬼婴除了吸食阴气，还得吸食活人的精气，让阴气和精气始终保持平衡，才能健康生长。一只人鬼婴的诞生，至少需要3条人命。想来他爹是想将这个寝室变成尸房，用以孵化人鬼婴。你们3个就是他挑选的猎物。哦，不对，不光你们3个，一开始他的计划里应该还有我。我说的对吧？郑倩飞透过床帘能看见郑倩飞的影子。他的肚子鼓胀如山，里头的东西动来动去，肚皮也跟着拱来拱去，像要撑爆一般。霍晴戏谑地瞄了眼任安然，看来他昨晚吃得很饱，精力十足。任安然打了个寒战，人鬼婴昨晚吸食的分明就是他。看着镜子里苍老的自己，任安然的心太烈了。霍晴不再废话，粗暴地扯开郑倩飞的床帘。床帘后头，郑倩飞披头散发坐在床上，肚子高高顶起，几乎顶到下巴。圆鼓鼓的肚子后面，郑倩飞眼神森然，直勾勾盯着霍晴。尽管被盯着的那个人不是我一不自觉头皮发麻。霍晴浑然不觉，他闪电般动手拽住郑倩飞的衣领，狠狠往下扯。我和任安然倒抽一口凉气，眼睁睁看着郑倩飞从床上栽下来，掉在地上，肚子着地，呜哇呜哇，从他肚子里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婴儿啼哭声。哪有婴儿还没出生就会在肚子里哭的？我和任安然本来下意识想去扶郑倩飞，现在我俩双双后退，扶人的想法烟消云散。听见婴儿哭，郑倩飞心疼的拿手去摸肚子，柔声哄道：“乖宝宝，不哭，不哭。”那只抚摸肚子的手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，顿时血涌如注。郑倩飞疼得狰狞尖叫。霍晴揶揄道：“郑倩飞，你可不像是什么伟大的母亲，那只人鬼骗你了吧？他是不是说只要你替他诞下孩子，他就放过你？”郑倩飞眼中闪过慌乱，显然被猜中了。霍晴一脸你真好骗的表情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徐毅、任安然，我们3个谁都可以被替换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找到3个人给人鬼婴吸足诞生所需的精气，这3个人不拘是谁，是我们3个可以换成其他3个人也可以，唯独只有你不可能换，因为你是母体，人鬼婴诞生的那一刻会把母体吸成人干，他生你必死。郑倩飞，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我说的话你信不信？你信人鬼还是信我？郑倩飞的手上流满血，他瘫坐地上，仰头望着霍晴，眼神逐渐崩溃。霍晴，救救我！我不想要这鬼胎，我不想死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背后说你坏话，你救救我，求求你！看在我们同学几年的分上。郑倩飞声泪俱下。
霍晴爽快的点头，做了个 OK 的手势，不管你是否诚心道歉，不过既然你道歉了，这件事我替你管了。言毕，他扭头给我和任安然一人一张符，这回的符没有折成三角形，能清楚的看见上面的符文，只是依然看不懂。符的一头黏黏的，似乎沾着胶水。霍晴指点道：贴脑门上，一会儿打起来，只怕顾不上你们。我二话不说，立刻贴。这么一贴才察觉根本不是胶水，因为那黏黏的东西一沾上脑门就黏得死死的，比胶水管用多了。啊！身旁传来任安然的惨叫声。他一碰到符纸，就像遭了电击一般，几乎下意识就将符纸甩了出去。这符纸我用不了，一碰就痛。任安然惨叫，很正常。霍晴道：你的阴气远大于阳气，算半个活死人，是要忍痛贴符，还是把命搭进去？你自己选。话已至此，任安然只好含泪将符纸捡起来，即便痛得面目全非，也依然将符纸往脑门上贴。霍晴带来的包包里有几个奇形怪状的瓶子，他用它们调了一碗黑绿参半的符水，让郑倩飞喝。这碗水看着比毒药还恐怖。郑倩飞心惊胆战地问：这是干什么的？霍晴言简意赅：打鬼胎。此言一出，郑倩飞的肚子凶狠地往上顶，直顶得她嗷嗷惨叫。霍晴眼神一厉，手指如鹰爪一般抓住郑倩飞肚子里人鬼婴的脑袋，将水递到郑倩飞的面前，催促道：快喝。郑倩飞一咬牙，接过毒水，欲仰头饮尽。啪！装水的碗四分五裂，符水洒了郑倩飞一手。郑倩飞的眼神开始颤抖，她恐惧地四下打望。霍晴道：总算来了。他不慌不忙从包包里揪出一条黑得发光的绳子，三两下将郑倩飞捆在床梯上，将她肚子里的人鬼婴捆得动弹不得一点点。任安然贴上符纸后痛晕过去，我也想晕过去，可惜做不到。我躲在霍晴身后，犹如鹌鹑一般。门锁从外缓缓拧开，走进来一个男人，他长得跟照片上一模一样，不，甚至比照片还要帅一点。怪不得郑倩飞颠到愿意给他生孩子。人鬼，真的跟人一模一样，连穿衣打扮都很时髦。同学，能不能放过我妻儿？天杀的，竟然还是低音炮！霍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你一只鬼不去阴间找妻子生孩子，到阳间来蹦跶什么？吴冉君道：为了繁衍，没办法。霍晴说出口的话如淬了毒的冰，人鬼这种东西就不该存在，你们生，他人死，早点断子绝孙是好事。吴冉君眯起眼睛，周身的空气瞬间变得寒冷。这么说，是没得商量了。霍晴冷哼，商量什么？今天你跟你儿子一起死，也不知他俩谁先动的手。等我反应过来，两人已经厮杀在一处。我躲在桌子下面，恨不得能隐身。偏偏此时手机震动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一条定时微信。霍晴，你去找棺材，人鬼怕晒棺材，楼下有人接应，让他帮忙，棺材大概埋在这里。一条定位信息发来，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简直欲哭无泪。霍晴不让我躲，他给我安排了任务。老天爷，他可真看得起我。我再三犹豫，才得以鼓起毕生勇气，从桌子底下钻出来，闷头往寝室外头冲，一路狂飙到楼下，腿在跑，眼泪迎风飘，脑子在后头追，什么时候跑到楼下的都不知道。直到有人揪住我的衣领子，问霍晴怎么说，我这才堪堪停下奔跑的脚步。啊，拦路者是一位大叔，他焦急道：不是让你来通风报信吗？我这才想起短信里说有人接应。叔，你是接应人？大叔愣了一下，估计觉得接应人这个说法有点新鲜。算是吧，他答。我把霍晴的信息给他看，大叔看完，果断摸出手机，对，挖掘机直接开到这个位置，给我挖，必须把棺材挖出来，别耽搁，尽快。好大的口气，这里是学校，怎么可能会放挖掘机进来？没事，我是校董，这点主还是能做的。大叔收起电话，带我去监工。咱们学校建在坟场上，当初建校的时候，请人来看过，说可能不会太清静，所以咱们学校每年招生都会招几个镇校之宝，你们寝室的霍晴就是其中之一。挖掘机在工作，校董在跟我闲聊，我佯装成大人模样，问他霍晴干嘛不直接把定时微信发给你？发不出来的。大叔解释，就连你之所以能从那栋楼里跑出来，也是因为脑袋上贴了这张符。不然你在里面转一天，也不见得能找到出路。原来如此，幸亏我没耽误事儿。挖掘机的工作效率杠杠的，没一会儿就挖到了棺材。校董一声令下，挖掘机开关，关门打开的一瞬间，里面躺了个男人，尸体不曾腐烂，就像刚睡着一般，似乎下一刻就能睁眼醒来。然而阳光直射进棺材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男人消失不见，只剩一副空棺材孤零零躺在坑底，人鬼曝尸，魂飞魄散。他的孩子人鬼婴亦未能活下来。郑倩飞虽捡回一条命，但身体彻底垮掉，只能休学回家。任安然阴气过盛，青春不在，鬼哭狼嚎。霍晴只好天天给他扎针，助他挽回青春。任安然被扎成刺猬，哭叫连天。霍晴毫不手软，该扎就扎。任安然拉着我的手，伤心哭诉：霍晴他丫一定是故意的，报复我以前说他坏话。呜呜呜，我不是给他道歉了吗？诚恳道的歉，我也给霍晴道了歉，不是因为背后说他的坏话，我真没说过。我道歉是因为他从未做过伤害我的事，我却因为他的与众不同而报以歧视，是我不对。霍晴很满意我有这份歉意，拍着我的肩膀：你的道歉我收下了，你人不错，以后遇见怪事尽管找我，我帮你。算了，还是别再遇见了吧。